继续来到台东的池本，一间4星级的饭店，半暝啊1点半火烧厝，将近500个游客惊精神，都穿着这个困衫惊狂来逃命。加在这个导火点伫上尾啊楼，将近500个人拢走有哩，只有一个女性无小心跌倒，脚去扭着。啊，为什么会导火呢？搁咧找原因。 上车赶到现场，敢若看到饭店的楼尾顶有火，阁有乌烟。半暝点半，有一个游客穿困衫，行李赶咧，赶紧走出来。啊，物件敢有摕？我还未摕咧。哦，是哦，啊，熊叫你出来就对啊。系。好，有没有吓到啊？有，第一次碰到。因为是小纸虽然是平常时，不过这间4星级的饭店差不多客满，被疏散出来游客只能伫边啊小休困一下。 啊，你住几楼7楼，啊，拢无通知，拢无人知。看外口吼叫，啊，拍咧行出阳台看，啊，种敢是隔壁咧。闻到烟。真的哦。啊，饭店有通知你们吗？我们后来自己醒来，因为警报器响了。有人被安排去游览车顶保眠。哦，吓人一跳，以为是演习。饭店楼尾顶熊熊导火，警消人员用2点外钟才将火拍翻。楼11楼的南岭泡汤区，起火，旅客的疏散总人数是492人。400多游客拢及时疏散，敢若一个61岁女性，多姓是无细致，脚头有受伤。3个半暝困到一半，互人救起来爱逃生，这真侪游客感觉真无奈。